各位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叻媽，歡迎返嚟叻媽教室。最近有好多觀眾朋友問叻媽，上次聽你講用短期儲蓄保險降資產，但唔想蝕錢，有冇其他方法？其實有嘅，今日叻媽同大家分享一個合法唔使蝕本金嘅方法，就係 TVC 可扣稅自願性供款。大家可能會覺得，哇，又係投資嘢。但其實呢個方法喺居屋申請入面可以令資產合法消失，同時又唔會蝕錢，好實用。先講聲明，叻媽只係分享經驗，唔係投資或法律建議。所有強積金產品都有風險，做決定前大家一定要合資格專業人士諮詢。如果大家想實時掌握居屋2025最新消息，快啲加入叻媽居屋2025群組啦！仲可以揾叻媽拎翻份懶人包。喺群入面，我哋可以同其他街坊交流心得，分享申請經驗，第一時間收到叻媽嘅小貼士、策略提示同最新資訊。有任何疑問可以即時提問，叻媽會盡量回覆大家，掌握各種限額、申請隊伍及抽籤安排，幫大家提高中籤機會。快啲掃描右上角 QR code 加入啦！大家可能聽過退稅三保，即係自願醫保、合資格延期年金同可扣稅自願性供款。今日集中講嘅就係 TVC。TVC 其實好簡單，就係自己額外供多啲錢入強積金帳戶，而呢筆供款每年最多可以扣減6萬蚊薪俸稅。換句話講，供錢入 TVC，政府就俾反扣稅，交少咗稅，錢仲安全。同以前嘅自願性供款唔同，TVC 係專門為扣稅而設，帳戶獨立，彈性高啲，但提取限制一樣，要65歲。其實房委會對強積金結餘有清楚規定，如果未滿65歲，無論係強制性、自願性定 TVC，全部都唔會計入總資產淨值，已滿65歲就要計入資產。咁即係話放入 TVC 嘅每一蚊喺資產審查入面就會消失，合法又安全。講完呢個概念，換句話講，大家可以透過呢個方法喺申請居屋時用 TVC，令自己啱啱好合格。例如白表一人申請者未滿65歲，銀行存款加股票總資產130萬，但白表資產上限係125萬，超咗5萬，咁點做先好呢？好簡單，喺申請截止日前先開一個 TVC 賬戶，可以揀返現有強積金受託人，或者轉去其他公司都得。跟住將超標嘅5萬存入 TVC 賬戶，再保留過數記錄同受託人發出嘅 TVC 供款概要或年度結算單。最後填寫居屋申請表，資產申報時唔使計入 TVC 入面嘅結餘。結果就係銀行存款由130萬減到125萬，啱啱好合格。而 TVC 入面嘅錢唔使申報，就係咁簡單。大家可能會問，咁入息會唔會影響？答案係，如果入息本身冇超標，只係資產超標，咁 TVC 就完全幫到手。供款金額就等於超出資產上限嘅數目，如果超5萬就供5萬，如果想儲多啲可以多供，唔會蝕本。講到呢度，大家要知嘅係 TVC 有幾個大好處。第一，好處係唔使蝕本金，將錢由銀行搬去 TVC 賬戶，喺資產審查世界就唔計入資產，冇損失本金。第二，好處係慳稅，每年最多可以扣6萬蚊，慳錢又降資產，一箭雙雕。第三，好處係強迫退休儲蓄，錢鎖到65歲先拎，逼自己長線儲蓄，將來退休會更有保障。不過大家要留意，呢個方法都有風險，最大風險係資金鎖死到65歲，未來幾十年唔可以隨便拎，除非永久離港、喪失工作能力、小額結餘或者死亡。再加上投資風險，TVC 錢會跟隨基金投資，短期可能跌市，唔保本，同時唔可以中途取返現金，唔似短期儲蓄保險咁可以退保。如果入息超標，TVC 就唔幫手，只係幫資產超標。最後要保留文件被查，房委會有權抽查，要保留 TVC 供款概要或年度結算單，證明未滿65歲。好多觀眾都會問，叻媽，到底應該揀 TVC 定短期儲蓄保險呢？簡單講，TVC 本金唔會蝕，投資風險除外。資金鎖定時間，TVC 要鎖到65歲，短期保險1至3年，中途拎錢。TVC 極難，保險可以，但要蝕。額外好處，TVC 每年慳稅，保險冇，適合人群。TVC 適合後生，有閒錢，想退休儲蓄。短期保險適合短期可能要資金嘅人，所以叻媽建議，如果30至45歲有穩定收入，可以長線儲錢，就揀 TVC。
55歲以上或者短期可能要錢，就揀短期儲蓄保險。資金充裕嘅話，可以兩樣都做，一部分 TVC，一部分保險，咁就最靈活。總結今日嘅重點，TVC 係放錢入強積金戶口，未滿65歲嘅話，呢筆錢唔計入居屋資產。步驟就係開戶、存入超標金額、保留文件、申報資產時唔填。好處就係唔蝕本金、慳稅、儲退休金。風險就係資金鎖死到65歲，投資升跌入息唔扣。最後提醒大家，呢個方法合法，係善用規則，唔係呃人。房委會規定，未滿65歲強積金結餘唔計資產，只係運用呢條規則。用 TVC 前一定要諗清楚，未來幾十年會唔會需要嗰筆錢，放入就預咗要等到65歲，呢個係最大代價。叻媽祝每位街坊順利通過資產審查，抽到心水居屋。最緊要係買到負擔得起、住得開心嘅安樂窩。中意叻媽分享，記得 like、訂閱、分享。有咩問題留言，叻媽會盡量覆。下次見，拜拜。